最後直路啦，型好威風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見到天象龍區3幾個節目過啦，再見到出邊追嘅嘛，有君子傳承，入邊仲有愛心神區，大愛當我話你知啊！最後200米到天象龍區仲係佔先嘅，型好威風內欄打翻上嚟啊！外邊仲有君子傳承，最後100米天象龍區中間埋邊型好威風，出邊君子傳承接近終點，騎贏你㗎！天象龍區中間贏啊！中檔位置仲有知恩徒步啊，出邊追上嚟嘅馬匹呢，有大力猴王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天比高放到順晒啦，打揼贏馬，拋離對手添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海洋帝君就衝咗上嚟，第3埋邊欺劍無情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宜昌精神啊，中間啊大千絕塵啦，同埋心裏有數啦，出邊寶城至好喎，最出仲有隻缺一劍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佔先嘅馬仲係呢隻加州本事，但係大外檔一路斜跑，寶城至好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心裏有數，贏馬嗰匹相當近啊！中間呢，大白鼻梁紅心就康樂高球啊，外邊大至尊一鼓作氣冚上嚟啦，咁再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彈球開心，咁啊見到出邊追有桃花開球星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遙遙領先埋邊佔先，大至尊呢就拍住嚟鬥中間噶啦，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瑞勝人生上咗嚟，出邊仲有桃花開大愛黨米奇啊，最後100米到遙遙領先佔先嘅，但係瑞勝人生3幾步上咗嚟，瑞勝人生似乎好有機會終點前呢就追越遙遙領先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大至尊就響入邊，外邊啊桃花開最出，仲係隻米奇頭馬係邊一匹呢？係咪見到埋邊位置係龍澤飛區呢？中間呢仲有8000好運啦，馬林裏邊啊紅黑直間3有哥倫布，外邊萬事勝利，出邊力勝皇帝英豪啊！最後100零米自動自覺仲有個零馬位優勢，內欄傳上嚟嘅嘛，有實力加，中間8000好運啊！咁啊中檔位置仲有龍澤飛區，接近終點自動自覺一放到底啊！跑第2名實力加。第3名8000好運，第4名扶搖西勁，仲有半個馬位嘅優勢。呢個時候開心指數就追緊上嚟啊！中間位置有呢隻呢就香港仔啦，響入邊上噶嘛，仲有巧妙啊！出邊增強上緊嚟，中檔位置仲有快活英雄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扶搖西勁拋離咗2個身位都穩勝呢場賽事噶啦。第2名啊嘛，開心指數響入邊，出邊增強上咗嚟。第4名係快活英雄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外邊有自由勝，中檔位置啊閃電小子嗰啲馬最出啊跨境寶馬上緊嚟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輕馳千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。呢個時候醒目高球越逼越近啊！中間上有皇上大外檔跨境寶馬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！最後100零米埋邊輕馳千里佔先，中間皇上外邊跨境寶馬又閃啦！最後50米到輕馳千里埋邊，中間皇上出邊跨境寶馬贏馬嗰匹。好近喎！最後300零米啦，銀刺勇士埋邊鬥緊外邊暴風影啊！中間位置有猛將興追啲啦，外邊啊綠茵明珠啦，埋邊位置仲有震撼人心啊！大外檔嗰邊呢仲有心紅紅啊！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銀刺勇士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啊！暴風影響第2位啊，埋邊震撼人心，中間位置仲有猛將興，接近終點銀刺勇士放到啦，跑第2名係暴風影啊！第3名揈出嚟，中間有皇上啊，外邊冚嘅嘛係非凡浩傑啊，出邊追仲有渡月橋啊、冷蛙嗰啲嘛，後多陣先有米奇揾緊位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平排衝刺之下，見到中間皇上上咗嚟，外邊有非凡浩傑啊，出邊追有閃電小子，內欄嗰邊仲有駿毅快車同埋得道猴王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皇上又駕到噶啦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啊嘛，外邊閃電小子追咗上嚟啊，第3呢，力寶開始追佢啦，外邊沙井之友上緊。埋邊位置仲有呢隻呢就預跑得啊，太子自滿同行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財將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內欄衝上嚟係太子啊！燃力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浪漫戰神走甩咗個零馬位，咁啊見到喺外邊天象龍區一路殺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君子傳承後多針呢，先有呢隻海上大軍桃花多，最後100零米浪漫戰神仲有一個馬位優勢，咁啊見到呢第2位中間君子傳承外邊呢天象龍區支咗一段又唔多，接近終點浪漫戰神一放到底。贏出今場皇太后紀念杯啊！街燈追啲啦，入邊多利神區上啲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先到先得上緊嚟，馬林入邊仲有耀昌盛世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嘅嘛仲係知道穩勝啊！埋邊多利神區越逼越近嘅啦，出邊呢仲先到先得上緊嚟，接近終點知道穩勝，有冇機會一放到底打搭贏都好有機會啊！第2名嘅馬呢就多呢隻直路啦，金鑽貴人沿住個中檔自己踩油上咗嚟啊！埋欄位置有禪聖輝煌啊，中間追有遨遊氣泡，後多層啊嘛係捉完啊，出邊上緊
嚟有標誌銀河啦，後多層嘅馬咧先到陽光勇士，最後百零米金鑽貴人出咗頭先有少少內閃啊，竹園追緊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遨遊氣泡，最後100米金鑽貴人佔先，竹園追緊佢，接近終點第一名相當接近，埋邊位置金鑽貴人外邊追上嚟，竹園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金鑽貴人如果贏嘅話，都隔咗差唔多啱2年啊！上一次係2024年4月7號贏啊，今日2026年4月6號啊，有冇機會到先呢？勁爽啊！最出就係呢隻灰馬嘅龍佑生啊，響馬林入邊揾位呢，仲係歡樂老窩啦。中檔位置先見到隻藍心嘅富裕君子啊，最後百零米東方寶寶透出啊，華美智慧中間兩個馬中間捐上嚟，富裕君子嘅去勢相當凌厲啊，後多層嘅馬呢，仲有小王爺接近終點相當接近埋邊傳上嚟，富裕君子同埋外邊2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時時歡欣大步大隻呢，就走咗上嚟，內欄位置有樂勝天下，中間呢就旺旺家駒褪咗啲，中檔位置精湛傳奇，外邊位置熾烈神驅，最後百零米時時歡欣夠大步夠大隻，結果贏馬樂勝天下跑第2，第3名呢，外邊粉紅眼有個包裝天象，中間開心寶寶揾緊位，最出係驕陽明區同埋精算暴雪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呢隻就好有心得啊，外邊包裝天象追緊，入邊上嚟幸運有利，中間係氣勢啊，最出仲有精算暴雪，最後百零米好有心得，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，外邊追上嚟精算暴雪跑第2，第3名包裝天象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就好直路，前面大番薯就好輕鬆出咗嚟先噶啦，中間位置6-3隻天天耍落追，紅衫上緊逍遙人生啊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金玉良言啊，最後百零米大番薯走甩咗一個身位，逍遙人生進佔第2，出邊有金玉良言，接近終點大番薯又有驚喜啦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逍遙人生啊，咁啊再見到後多層幸運威龍啦，偷入邊上有雙星報喜啦，在內欄嗰邊仲有呢隻我最好啊，出邊追係大回報嚟噶，最後200零米逍遙騎士佔先啊，中間幸運威龍上緊，外邊大回報亦都追緊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同樣世界中檔啦，中間位置仲有雙星報喜啊，最後100米都大回報，逢馬過馬再次贏出賽事啊，跑第2名呢，幸運威龍。第3名啊，美麗星辰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啦，維港智能仲有半個馬優勢啊！呢個時候威利金箭開始上嚟啦，兩個馬中間扶搖世勁亦都追啲，大外檔嗰邊喜慶寶啊，最出嗰隻呢，仲有呢個勁進輝煌啊！最後百零米咁啊，見到外邊喜慶寶一鼓作氣冚上嚟，鬥緊嘅馬有魔術控制啊，埋邊位置威利金箭再入邊扶搖世勁，接近終點喜慶寶外邊冚過晒。跑第2名魔術控制，第3名呢到後往啦，外邊啊會當凌啊，原欄呢上咗好多喎，仲有呢隻陸續無限啦，出邊位置追呢，仲有健康愉快同呢隻至尊高只有少少碰撞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易跑得啊，外邊位置會當凌殺上嚟嘅勢都相當好啊，內欄嗰邊63仲有呢隻陸續無限，中間係得道後王，外邊係至尊高超啊，最後100米都會當凌脫穎而出贏出呢場賽事啊，第2名至尊高超，第3名呢好接近啊，外邊第4位嘅馬，中檔位置就係呢隻手機標勁啊，響外邊冚有偵探傳奇啊，出邊仲有2隻噶，分別係非凡浩傑同埋跨境寶馬嚟噶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埋邊數出嚟，外馬線鬥緊包裝天王，中間藍眼罩標誌極光，藍衫上嚟偵探傳奇，最出係跨境寶馬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偵探傳奇透出咗，外邊追佢嘅馬係跨境寶馬，夜馬嗰筆似乎係偵探傳奇到啊！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半個馬優勢啊，外邊輕馳千里追緊佢，最出嗰邊仲有呢隻就幸運有利，內欄傳上嚟係天天同樂啊！最後100米到輕馳千里中間佔先，外邊幸運有利追緊佢，呢個時候翠紅喺外邊撻着咗，最後50米到幸運有利佔先，翠紅外邊冚上嚟要影相啊！終點嗰個上有呢隻紫荊盛世，揈咗去出邊追係小鳥天堂啊！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中間位置白鷺金剛衝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！中間位置仲有主經傳令啊，外邊呢就紫荊盛世追啲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標誌宇宙埋邊起專龍啊！最後100零米白鷺金剛將後邊嘅對手拋甩，贏出今屆打比大賽第2名數字天文，第3名出邊紫荊盛世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白鷺金剛
又跑4歲系列啦，就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呢，仲有紅眼罩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嚟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噶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，仲有隻精算部署啊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部署第3，咁啊第4名埋邊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啊！